我睇 YouTube 視頻咧，知道羅湖口岸開始一間新嘅按摩店啊，咁嗰度環境咧好靚喎，咁令到我咧都好有興趣啦去睇下。咁今日咧就過去嗰間按摩店嗰度探下店啦。喺羅湖口岸出咗嚟之後咧，就落去商場地底嗰度行過去香格里拉酒店嗰邊啊。喺香格里拉大酒店前面，我手指指嘅方向就可以見到呢棟大中華環球廣場啦。我哋要去嗰間按摩店就喺呢度入邊啦。今日我嚟到呢間新開嘅上竹 Plus 啊，咁啊呢度咧非常之近羅湖口岸，咁啊步行咧大約8分鐘咧就嚟到呢度咯，而且呢度咧個環境咧非常之優美啊！喺我身邊右手邊咧就有一隻好靚嘅白色嘅孔雀，周圍咧就播放住一啲好柔和嘅音樂。咁而家咧帶大家入去參觀下呢度嘅環境啦。一踏入大堂就可以感受到好優雅舒暢嘅氣氛。大門嘅左手邊有一個好精緻嘅乾冰噴水池，大堂中央就掛上極具設計感嘅巨型燈飾，配上四周圍優美嘅花藝擺設同埋柔和音樂，令人一入嚟就覺得好放鬆啦。呢度整體裝修非常高級，而且着重細緻。呢邊係洗手間，設計亦都非常有現代感。洗手盆好似兩條發光嘅燈柱，真係想走埋去打個卡啊！店入面放咗好多藝術品同花藝，呢度真係周圍都係打卡位啊！大堂嘅旁邊仲設有一個香薰展示區，大家可以過嚟呢邊揀下自己心水嘅香薰精油。喺等緊按摩或者按完摩之後，亦都可以過嚟呢邊嘅自助冷櫃區。呢度咧仲有一啲飲品俾大家自己攞嘅，咁有啲紙包飲品啦，有汽水啦，咁仲有啲甜品嘅。好啦，呢邊咧就係水吧嘅位置啦。而家揾到位同事咧帶我哋參觀呢間上竹影院竹道嘅房間啊。這邊是我們的雙人房，這邊就主要是做足浴。對對對，主要是洗腳這些。哦，好的。咦，個燈會自動熄嘅喎。是自動關燈的，自動開燈、自動關燈的哦。就是說，我們有客人進來的話，他就會那個開單，它就自動開燈了。哦，這邊也有很多房間哦。對，這裡也有一個雙人房。哦，看一下。你們最大的房間是多大的？7人間。7人間啊？對，那很大。參觀一下。哦，係啊。咁呢度咧，見到佢都係有影院嘅喎，有電視機，有個大屏幕喺度，俾大家咧可以一路做足浴咧，一路睇電視或者睇電影嘅。哇！呢度好靚啊！呢度啲環境。你好。你好。對不起，這裡也有雙人間，然後這裡雙人間的話，它外那個窗戶打開來可以看到口岸那邊。呢間房咧比較特別啲，哇！個景觀好靚喎，可以望翻口岸嗰邊嘅喎。可能看得不太清楚。睇下，直頭就係羅湖口岸啦。咁呢邊咧都有呢個衣架。咁如果想校啲燈掣咧，就可以喺呢度校啦。叫服務員的話，你可以桌子上這裡。哦，桌子。這裡按。哦，這裡一按就有人來啦。哦，明白。咁呢邊咧一路嘅裝修，睇到佢哋都非常之優雅，這裡好有氛圍感。這裡能看到那個深圳站。哦。呢度有另外一個景觀喎，可以見到深圳站啊！哦，哇，好開揚啊！呢度嘅景觀好靚啊！然後這邊7人間。哦，睇下啲大房啦，有間7人間。哦，咁就係分2排嘅，哇，好大喎！呢間房真係，前面3張足浴大椅，後面有3張足浴大椅。咁然之後咧，喺前方咧亦都有個大屏幕㗎。咁如果約埋一班朋友咧，就可以一齊喺度咧嚟一個足浴影院。呢邊咧就係3人房間，咁有3個足浴大椅嘅。呢邊就係一間4人間，哇！咁佢哋呢度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房型喎，單人、雙人、3人、4人、7人都有。有呢個按摩床啊？有按摩喺這邊。推油按摩嘅床，我哋都參觀一下先。你好，你好。好啦，按摩嘅房間。這係雙人間。嗱，呢個雙人間佈置得好雅致啊！咁啊，見到咧床上面咧有一套浴巾，咁亦都2條細毛巾，放咗啲花喺度，非常之靚啊！咁成間房嘅環境就係咁樣啦。
呢邊咧仲有一個梳妝嘅洗手盆喺度嘅，咁大家可以做完按摩咧可以整理一下啦，有塊好大塊嘅鏡。咁我入到嚟咧都聞到一陣香味啊！呢度咧每一間房間咧佢都擺咗啲香薰油喺度。哦，雙人的都是雙人的啊！呢邊咧係雙人房。除咗雙人房咧，佢哋都有單人房嘅。咁單人嘅按摩做 SPA 就可以喺呢間單人房啦。一樣啦，呢邊都有一個整理儀容嘅地方嘅。除咗雙人間，佢哋仲有一間三人間一齊可以做推油喎。咁如果有3個朋友一齊嚟咧，就可以喺呢度做推油啦。今日咧我就會做足療啊，咁爸爸咧就會做呢個 SPA。咁我首先咧就去一間足浴房嗰度先。好啦，咁佢有人帶咗我哋嚟呢間802號雙人房啦。隔離有啲簡單嘅點心，有綠茶啦，我嗌咗綠茶。咁仲有啲水果嘅。然之後咧，我就嗌咗個桃膠嘅甜品。佢咧就攞咗個龜苓膏。祝你們休息愉快。好，謝謝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久等了。你做那個足浴做足療儀式時間為60分鐘。尊敬的貴賓你好，我是90號養生師，很榮幸為您服務。技師首先準備好熱水同埋藥包幫我浸腳，再配合專業嘅肩頸按摩手法幫我放鬆身體，整個過程都好放鬆。呢位技師用一啲指壓嘅方法同埋一啲拉筋動作幫我放鬆身體。至於推油方面，技師會俾客人挑選自己喜歡嘅精油香薰，例如薰衣草、玫瑰同茉莉花香等等。聞香之後就進行深層嘅背部按摩啦。見到佢按都覺得好舒服啊！大家平日工作咁大壓力，真係應該對自己好一啲。有時間就要好好放鬆身體，俾自己唞下氣。呢個60分鐘嘅純淨減壓 SPA， 除咗有按壓嘅部分，亦都有一個用熱石推油嘅部分。技師主要會用熱石推背同埋推大家嘅肩頸，最後亦都會按大家嘅頭部，例如耳仔、頭蓋等等。呢個180幾蚊嘅推油套餐，仲包埋大家嘅簡餐添啊！晚上6點之後就會有燉湯飲啦。我哋試咗佢嘅肉醬拌麵同埋一個殺雲吞，味道都唔錯㗎。我哋喺呢間新開嘅上足 Plus 咧做完一個足療啦，同埋按摩推油啦。咁呢度環境咧真係好優美啊！咁而且咧入到嚟咧又有啲好輕快嘅音樂啦，整個環境亦都好香，有令人咧好放鬆。頭先咧幫我按腳嗰位師傅嘅手勢咧都幾好喎，都唔錯喎，值得推介。價錢咧都係幾特惠嘅。咁如果大家咧諗住嚟呢度咧，就記得咧預早預約啦，因為咧星期六日咧聽佢哋講咧都非常之爆滿㗎。咁如果平日嚟講咧，平日咧嚟到呢度環境咧就冇咁擠擁，咁就可能會舒服啲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如果平日有時間咧，都可以過嚟咧預約定一個按摩做下啊。而家上足 Plus 影院足道 SPA 平日做緊一個非常抵嘅套餐啊！60分鐘嘅足療包埋肩頸按摩同簡餐，都只係150幾蚊人民幣咋。大家都快啲把握呢個機會嚟呢間新嘅按摩店試下佢哋師傅嘅手勢啦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讚好呢條短片，留言俾我哋。如果唔想錯過我哋其他嘅資訊，就記得訂閱埋我哋嘅頻道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